立法委员林俊宪长期关心校园的安全，甲伫周边通学步道的设置甲规划。23号上午，也是中央国土署、甲伫国教署、体育署等单位南下会勘，其中针对南区的立新国小，因为校园的排水问题，只要一落大雨，就造成操场的周边积水，唔定影响到拄新设的人工跑道，还佫有真侪体育设施。因此，希望体育署甲伫国教署会用来共同处理。今天我们邀请教育部相关单位，还有以及我们的议员林立庭议员、李启维议员，还有那个周家伟议员，我们来到南区的日新国小。日新国小现在在评比上这个它第一个它家长接送区的那个安全性的问题，还有校内体育设施积水的问题。我们请相关单位来做协助，那也特别感谢了教育部的国教署还有体育署，我们今天都有达成一致协议，那我们今年就开始做计划，明年就可以来解决那个大部分的淹水问题包括体育设施积水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活动体育的一个环境。因为校园的排水问题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安全。国教署甲伫体育署会审编规划设计费，每年来解决。另外，伫个南宁高中的同学散步道的防合工程，包括人行道的改善、路口安全，甲伫立美化、照明等，总经费5600万。立委嘛希望国土署会用来编列预算做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